后来城中城这场的火灾夺走着46条宝贵的性命，那是高雄有史以来上界惨重的火烧厝的事故，嘛是26年前台中威尔康餐厅大火了后，全台湾死亡人数第2高的火灾的事故。回顾着台湾历年以来重大的火警，超过30个人死亡的火烧的事件都有5件。到底都要搁牺牲偌济宝贵的性命，才会当来唤醒着政府对公共安全的重视呢？台中中港路的威尔康西餐厅1楼8台加速公线破起，爆炸导火，人客对2楼客原本强化玻璃阁拢未开，幸运逃出来的也真惊狂。大家就往窗户挤啊，因为窗户是密封的嘛，大家就有人拿那个椅子砸窗户。砸破之后，再往下跳。导火点伫主楼推边啊，员工阁讲2楼的人客拢疏散，错误的消息，互警消误判状况，错失黄金救援时间。上尾啊，伫2楼窗仔口发现37位罹难者死伫火场，这场火造成64个人死亡，11个人受伤，到当时死亡人数上侪公共安全事故。1993年1月，台北市松江路的兴华大楼以2楼论前西餐厅发生火警，导火点同款伫8台附近，窗口伤势造成33个人未赴逃生，罹难者佫包括有名音乐家董英俊。警方发现餐厅的入口和楼梯间敢若轰破汽油，研判是人为放火，不过无抓到凶手。负责人洪照过失致死罪判3年3个月。1966年，台北市兴荣路和中华路口新生大楼内底新生戏院发生大火，造成31个人死亡，29个人受伤。22年后整修了后，佫发生大火。28年前3摆火警都无佫整修，一场佫一场公共安全事故，地方政府敢真正有学到教训？高雄盐埕区的城中城规栋12层楼瞬间变作火海，住户一直向外发救人，上尾也是造成46个人死亡，41个人轻重伤。目前导火点和导火原因还在调查。不过民众想要知影的是，到底要用偌济条宝贵的性命，才会当让政府重视公共安全？